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了。嫲嫲，你知唔知魚燈啊？魚燈我知。我啊，年輕嗰陣時呢，就開始學做魚燈噶啦。返嚟啦？係啊，來自整新嘅燈啦。係啊。不如去整整，睇下整成點。好啊。又製作骨架、胡子、上色，每一步我都熟記喺心度㗎。得幾好喎，可以出師咯喎。記得我當初點教你啊？梗係記得啦，整魚燈首先要畫圖設計好先啊嘛，跟住就紮架，好似而家咁樣咧，嗱一定要紮得夠實。要幾心機學啊，唔係我哋順德冇一般手藝㗎啦。如果唔係中秋元宵就會好冷清啊嘛，我知啦。後嚟我亦都成為咗一名魚燈嘅老師。這個魚燈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了，是咱們一代一代留下來的東西哦。我知道，行過西橋光照水，雙雙臨影悟真魚，說的不就是咱們順德魚燈的嗎？小時候過8月15的時候，我媽還揪着我的耳朵背呢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做這個魚燈的，先做它的骨架。那骨架呢，我們先用到的是這個竹篾，還有這個沙子繩，這個是膠水哈。那我們先把竹子彎起來呢，像這樣子拿住，然後我們可以用膠水把它先紮起來。等會紮完骨架之後呢，我們睇到老師欣慰嘅笑，我終於明白咗啦，我個使命就係傳承。唉，現在呢，我亦都老啦，但係呢，魚燈嘅傳承呢係唔會老嘅。嫲嫲，你攞住嘅係咩啊？我攞住嘅呢，就係我做嘅魚燈啊，係好耐以前嘅嘢嚟㗎啦。哇，好靚啊！我可唔可以同你學啊？可以啊，我教你啦。傳承千年嘅手藝，點燃萬古嘅明燈。我呢，願意燃燒自己嘅歲月，讓魚燈嘅文化永遠熠熠生輝。